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我哋鼓勵你而家聽一次，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今日係6月19日，經文係嚟自以賽亞書51章1至到23節，主題係呼籲人倚靠上主。讓我哋一同聽下今日嘅經文。你們這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當聽我言。你們要追想被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和生養你們的撒拉，因為亞伯拉罕獨自一人的時候，我選召他，賜福與他，使他人數增多。耶和華已經安慰錫安和錫安一切的荒場，使曠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華的園囿，在其中必有歡喜、快樂、感謝和歌唱的聲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國民啊，要向我側耳，因為訓誨必從我而出，我必堅定我的公理為萬民之光。我的公義臨近，我的救恩發出，我的膀臂要審判萬民，海島都要等候我，倚賴我的膀臂。你們要向天舉目，觀看下地，因為天必像煙雲消散，地必如衣服漸漸舊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公義也不廢掉。知道公義將我訓誨存在心中的民，要聽我言，不要怕人的辱罵，也不要因人的毀謗驚惶，因為蛀蟲必咬他們，好像咬衣服；蟲子必咬他們，如同咬羊絨。唯有我的公義永遠長存，我的救恩直到萬代。耶和華的膀臂啊，興起，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的年日，上古的世代興起一樣。從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魚的，不是你嗎？使海與深淵的水乾涸，使海的深處變為贖民經過之路的，不是你嗎？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着歡喜快樂，憂愁嘆息盡都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卻忘記鋪張諸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和華。又因欺壓者圖謀毀滅要發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實那欺壓者的暴怒在哪裏呢？被擄去的快得釋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攪動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冰轟。萬軍之耶和華是我的名。我將我的話傳給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為要裁定諸天，立定地基。又對錫安說：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興起，興起，站起來！你從耶和華手中喝了他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東倒西歪的爵，以致喝盡。他所生育的諸子中，沒有一個引導他的，
他所養大的諸子中，沒有一個攙扶他的。荒涼、毀滅、饑荒、刀兵，這幾樣臨到你，誰為你舉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眾子發昏，在各市口上躺臥，好像黃羊在網羅之中，都滿了耶和華的憤怒，你神的斥責。因此，你這困苦卻非因酒而醉的，要聽我言。你的主耶和華就是為他百姓辨屈的神，如此說：看啊，我已將那使人東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憤怒的爵，從你手中接過來，你必不致再喝。我必將這杯遞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們曾對你說：你屈身，由我們踐踏過去吧。你便以背為地，好像街市，任人經過。今日嘅主題係呼籲人倚靠上主，這將提醒以色列人要回想上主怎樣使不育的亞伯拉罕和撒拉成為一個大族，從而鼓勵以色列要仰望上主的憐憫和救恩，不要懼怕人的欺壓和羞辱。安慰屬他子民的，就是上主；懲罰惡人的，也是他。先知呼喚上主醒來，也呼喚耶路撒冷醒來，觀看上主的審判和拯救。盡心思考，經文指出，為什麼以色列人不用懼怕人呢？懼怕之時，你思想的是惡劣的處境，還是上主過往的作為呢？弟兄姊妹，願我哋讀聖經嘅說話，亦思考聖經嘅內容。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